快必講耶穌2026年8月16日周日講章，講題係啟示總在人意料之外。今日我哋嘅講章，如果唔係自欺嘅話呢，就可以俾到人莫大嘅安慰，尤其係對無論古今中外我城他國嗰啲被濫捕、濫告、判刑動輒10幾20年嘅政治犯而言，應該會帶嚟安慰。哥林多前書聖保祿話：我們如今仿佛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候就會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哥林多前書13章12節。嗰個古老嘅伊甸園故事，食咗嗰一棵分別惡樹果子嘅人，就好似上帝一樣，能夠知道善惡。仲有先知以賽亞嘅說話，我哋今日主日讀嘅舊約經文係以賽亞書56章1節以及6至8節。上帝係咁樣講嘅：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嗰啲同上帝聯合嘅外邦人，即係唔係希伯來人，唔係猶太人純正民族，嗰啲外邦人要侍奉主，上主必令佢哋登上聖山，喺聖殿禱告，因為我嘅殿係必稱為萬民禱告嘅殿。以色列人以外嘅外邦人，其他人亦都會被招聚喺呢一度。呢4節經文大意係咁咯。先知以賽亞都唔會明白，啟示總係喺意料之外，俾你估到嘅話呢，就唔係食神啦。被時代所困、被當代所困嘅所有人都未必明白，恐怕連先知自己本人亦都感到震驚。點解連外邦人都能夠享受上主嘅救恩呢？外邦人又冇摩西律法，又冇十誡，咁都可以登上聖山，可以喺聖殿裏邊祈禱，唔係啩？外邦人居然都有資格獻祭俾上主，唔係啩？以賽亞係公元前8世紀末嘅人，嗰時嘅人係冇辦法想像咧乜嘢係新嘅事，乜嘢係將來嘅事。彌賽亞基督呢個名帶嚟新、將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嘅意料之外嘅意思。800幾年之後嘅巴勒斯坦地方出咗一個叫耶穌嘅人，呼召10幾個人，組成一個小小嘅群體。佢哋嗰個時代同樣有一班人，亦都係避無可避受困喺嗰個時代，係無可避免嘅。正如我哋都無可避免咁受困於我哋身處嘅時代。今日我哋講兩件事都記載喺馬太福音15章，其中一件呢，就係嗰啲宗教社會領袖、律法專家、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咁。佢哋指耶穌同埋佢嘅門徒冇按傳統同埋律法食飯之前洗手，呢一個係宗教禮儀，唔係我哋今日所講嘅衛生常識。耶穌乘機指出佢哋嘅偽善，呢啲人稱遵守律法同埋敬拜上主，個心呢就冇憐憫，亦都唔行公義。佢哋憐憫人或者所謂遵守律法更多嘅原因係鞏固自己嘅權力同埋社會地位，因為穩定社會對不幸者，即係被定性為罪人嘅壓迫。耶穌話唔洗手食飯，肚屙咪去廁所咯。入口嘅嘢最污穢嘅不過如此啫，但係你哋內心邪惡，出口就能夠使到人污穢。仲話自己係猶太人守律法，而唔知道自己係盲人領路，盲人領盲人，兩個都係盲，都要跌入坑中。呢一個坑可以係地獄，可以係墮落，更可以係屎坑。我極之like呢耶穌呢一段講屎尿屁嘅聖經，我亦都效法基督，叫嗰啲猛咁叫我哋去呢度食淡水魚生、江門排粉，嗰度讀書打工創業，自己仔女去英美澳嗰啲盲人，仲有聽信呢一啲同埋跟隨呢啲盲人嘅盲人，真係要跌落屎坑啊！文士同法利賽人想像唔到新，想像唔到將來，
想像唔到見所未見嘅事，同啟示擦身而過，甚至要消滅啟示，將啟示殺死。另外要講嘅一件係記載喺馬太福音15章嘅事，就係有一個外族女人，嗰個女人呢，鬼上身好慘，想耶穌去驅魔。耶穌好串咁話：我奉差遣去救以色列人，而唔係外邦人啊！又話俗語有云：俾仔女食嘅餅唔好俾狗食。你有冇聽過呢？好串，好衰，好 mean，又好正啊！耶穌嗰個女人仲正，轉數快，絲毫冇蝕俾耶穌呢一個猶太男人外邦女人勁啊！又好似今日嗰啲伊朗女人唔戴頭巾、唔着罩袍咁去參加馬拉松，挑戰舊思想、挑戰壓迫、挑戰律法，以及呢三者背後嘅政權。嗰個外邦女人就話啦：狗都食主人仔女餐桌上面跌落嚟呢嗰啲食物碎屑啦。個女人好嘢啊！佢好嘢在睇到新嘅視野，佢有新嘅意識。舊嘅意識係救恩只係屬於猶太血統、猶太種族有律法嗰一小撮人，外族人士係冇份嘅。呢一個係舊嘅文士以及法利賽人，甚至係門徒當時嘅意識。人受困喺所處嘅新時代，有啲人叫做適應主流，有啲係適應所身處嘅時代。戴假髮嘅演員適應新香港嘅法律，執教鞭嘅適應香港嘅新教育，神職人員亦都適應呢一個時代。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適應呢一個時代。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嘅時代呢？聖保羅喺羅馬書9至11章呢嗰度都處理咗呢一個神學問題。真理同埋啟示係由以色列人開始，再及外邦萬國眾生，就好似三一上主嘅聖父向以色列人啟示建立關係，應許成就。聖子道成肉身，住喺巴勒斯坦地方，展現所謂天國。再到聖靈，聖靈遍及大地，萬生眾有，普世嘅開闊嘅開展嘅。保羅自己都係猶太人，未被啟示之前呢，仍然係以法利賽人嘅精神去迫害猶太教嘅異端。初期嘅教會合情合理咁用石頭掟死嗰位殉道者司提反，聖司提反。本身叫做掃羅嘅佢，好唔容易被天上嚟到嘅啟示所折服。聖經故事話佢當時係盲咗嘅，啟示之光叫人目盲，目盲先至係真正看見。佢終於成為咗外邦人嘅使徒。彼得留喺耶路撒冷，向佢同族嘅人傳福音，成為天主教第一位教宗。保羅周遊列國，向外族人傳福音，成為咗外邦人、外族人嘅使徒。呢一個係佢嘅使命。但係保羅呢，身為猶太人，亦都顧念自己嘅族人，冇對猶太人絕望。如果自己嘅族人同各個民族嘅外邦人都接受福音，佢嘅喜樂、佢嘅使命先至得以圓滿完成。保羅嘅神學係猶太人又好，外邦人又好，都係需要被福音啟示嘅人。此岸嘅人需要彼岸啟示嘅人，要有新嘅天國意識嘅人，因為國度呢係為所有人嘅，人人都需要上主嘅慈愛、基督嘅恩惠以及聖靈嘅感動啟導。呢一個係人人嘅資格，人人嘅需要，人人嘅意識。返到我哋今日講章最初所講，啟示總係喺人意料之外，向前向新開闊嘅歷史進程，總係令人意想不到嘅。如果意想得到嘅就唔係啟示啦，可以想像得到嘅就唔係驚喜啦，俾你估到嘅就唔係上帝啦。因此盼望先至係盼望，因此人先至需要啟示，需要盼望。邊個仲會盼望佢自己睇得見嘅嘢呢？邊個仲會盼望已經穩握喺手嘅嘢呢？我哋今日特別同嗰啲以為自己必定會喺冤獄中死去嘅政治犯說話。以賽亞幾千年前都估唔到救恩嘅開展，彼得2000年前亦都花咗一番功夫先至能夠被啟導。
無論政治犯或者仍然喺船上10年、20年，唔知仲有幾多年，總係有一啲嘢我哋係估唔到嘅。啟示總係喺人意料之外，你能夠確定把握嗰啲係宗教而唔係啟示。好戲在後頭，願榮耀歸上主。香港誠心所願。